耶和华赏赐我一切大恩，我要用生命报答伊。我要捧起救恩的杯，求叫耶和华的名。我要伫伊众百姓的面前，对耶和华写我的愿。这是来吟圣诗第6首。上帝创造天甲地，圣诗第6首。请起立吟全首。咱犹原徛伫三角形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退后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共的教会，圣道的相互，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人。阿门。请坐。这是来启用文第31篇，启用文第31篇，详细也是诗篇100
27到128篇。厝体若毋是上主建造，城若毋是上主固守，恁早早起来，晚晚才困。上主所疼的人，囝儿是上主所赐的产业。少年的时所生的囝儿，种地把把的人真有福气。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你会当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你的某伫厝内亲像到结过籽的葡萄树。敬畏上主的人一定遮尔幸福。愿上主对錫安赐福予你。愿你会看到囝囝顺顺。这是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是阮的主，宇宙万面的主宰。阮感谢你的创造，佮为着阮世人的罪，赏赐独生圣囝耶稣基督，留伊的宝血洗清阮的罪，互阮通加做你的囝儿。阮感谢你的救恩。总是阮的本性充满罪恶，时常得罪你，但阮带着忧伤痛悔心来到你宝座前，求你伫阮的救主耶稣基督会听你，接纳阮悔改的心，有圣神的引带，主的话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互阮通行伫光明中。主啊，你是通世界的毋望。保守阮的乡土脱离罪恶，互台湾充满了仁爱、和平、公义。阮也为着下主日要召开和会，举行中级选举，互阮每一个人用祈祷的心，祈求上帝引带带领。即时，阮也为着身躯白疼、厝外心神软正，或是家中有亲人过身的兄弟来祈祷，求主你亲自安慰因、扶持因。阮即时也特别为着考中央长老入院开刀，伫恢复中，求主亲自医治、扶持、安慰，互伊早日恢复健康，通做伙来敬拜主。即是阮大家用谦卑敬虔的心来敬拜阿罗尼，求主甲阮同在。特别甲叶牧师同在，互伊所传讲主的信息，感动阮大家，互讲甲听的平平得到利益。愿今仔日敬拜甲学乐得主感纳。愿尊贵荣光归伫三位一体的上帝。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这时咱来看圣经，新约圣经。路加福音21章第1节到第4节。路加福音21章第1节到第4节。耶稣业目看见这个好野人，将因所献的迄落库房，佮看见一个送香的长官人，将2个半厘迄落去，就讲。我真实甲恁讲，这个送香的长官人所献的比正人所献的较济，因为正人是对因有剩的迄落去献，若是这个负责人是对伊的无够的一尽，迄伊所挖苦来挖的。另外一位圣经，新约圣经约翰福音
3章30节，约翰福音3章30节，伊的确兴旺，我的确衰微。愿上帝赐予听懂伊的话的人，这是赞美。咱请圣歌队，因所要吟的是我爱听主的声音。进到今仔所要讲的题目，全然的奉献，全然的奉献。咱即是请姚牧师。祝你 healthy Jimmy 平安。原谅一下哈，在正道以前，牧师的母语是泰雅儿语哈。那我相信在主的爱里面，让我们包容。我刚刚试了一句，用这个台语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们问好。我想这个是我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心力了哈。感谢主的带领还有保守。好，我是泰雅尔宗会利亚教会叶宗辉牧师。今天
教会安排我们利亚教会来到本会贵会来募款请安报告。我们利亚教会30多年前在中立火车站后站附近购买了现址的礼拜堂，在公寓室5楼。我们的礼拜堂因为是旧的公寓浴室，目前从以前到现在就是没有电梯，然后没有牧师馆。我们的礼拜堂就是在5楼，就一个平面而已。我们礼拜堂的功能真的是非常的有限。如果我们要办中会或者区会或者是教会的活动的时候呢，我们要搬这个物品，要从这个1楼搬到这个5楼，真的是非常的不便。在8年前，牧师就任到利亚教会，我们就计划我们要购买新的礼拜堂，让上帝的圣工，让耶稣基督福音的宣教的这样的一个使命，让我们利亚教会能够为着我们的族人，甚至是平地的弟兄姐妹，也欢迎一同来到我们利亚教会，让我们有一个可以敬拜上帝、荣耀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感谢上帝的恩典，30多年的岁月就这样过去了。神保守我们，在今年年初1月的时候，我们就购买了这个新的礼拜堂，在中立健保局附近，荣民南路前面是消防局，我们那一条路叫做荣民南路。我们在那边购买了新的礼拜堂，透天5楼。感谢上帝的恩典，神的预备真的是丰盛的。我们看到上帝在都市的原住民，我们从这个部落来到都市工作打拼，我们看到我们对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渴慕。我们原住民来到都市，仍然在我们泰雅俄语的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在都市里有这样一群爱主的儿女，神丰盛的这样的一个预备以及带领，也在购堂的这样的一个圣工当中，也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就如同使徒保罗在罗马书8章28节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也透过爱主的弟兄姐妹、神的儿女们，来让我们在这个圣工当中就能够成就，就能够圆满，就能够丰盛。从这个保罗的这样的教导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在神里面得到帮助，我们也在我们弟兄姐妹、爱神的儿女的身上，我们也得到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帮助。我们这一个新的礼拜堂，我们购买680万，透天很便宜哦，这个就是上帝的预备。也许我们现在想说，要买透天的这个礼拜堂，真的是不容易哦，几乎都要1000万左右。但是在神的带领，我们购买这个礼拜堂680万，我们的经费的这个预算大概是1100万左右。目前从6月中开始就已经开始整个翻修，从1楼到整个外观全部都翻修无论是硬体软体的部分，我们都在这个修建的这个预算当中，我们都安排好，大概300万左右。目前又追加5楼的这个要再做灵修馆，然后牧师的这个餐厅，还有这个接待室，
以上是牧师大概在这边说明我们利亚教会购买新礼拜堂的这样的一个经费还有计划。在此，牧师以路加福音还有约翰福音这2处经文来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主要是牧师自己要来跟大家、跟弟兄姐妹分享我经历神的医治、神的带领。20多年前，也就是我21岁的时候，生了重病，直肠癌恶性肿瘤第2期。原来生这个病呢，都有上帝的这个旨意。生了这个重病，我称它为是因病得福当我继续献身读玉山神学院的时候，因为这个病情，各教会以及爱主的儿女们知道有一位年轻人生了重病，仍然要献身读神学院。牧师，我在没有学费的困境中，因为生了这个病而获得了资助人的奉献以及教会的关心，让我完成了大学部玉神大学部4年的造就。在牧师的一生中，经历了保罗所说的，让我们在万事上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因为耶稣基督的爱，今天牧师我成为神的仆人，所以我为了回应神医治的恩典，我告诉自己，每当来到一间教会讲道的时候，我就要分享主耶稣基督在我的生命的见证，如何的带领我，如何的医治我。奉献是恩典之约。今天牧师从这个寡妇2个小钱的奉献这一处经文，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但是对我们基督徒，甚至对牧师而言，有太大的意义了。奉献是恩典之约，神会怎么样？会如何？神会纪念我们的奉献。我们读马拉基书3章10节这一处经文，告诉我们，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1/10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奉献是恩典之约。当我们献上1/10的时候，神的话说会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你们，至无处可容。今天我们读到寡妇这一个寡妇的这样的一个奉献，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这一个寡妇她是把她所有养生的一次都这样子献上了。当然，从这样的一个奉献，牧师要表达的就是说，这一位寡妇的奉献是一切养生献上这样的一个奉献。可是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的就是怎么样？这一个妇女，她是从她的生命，她用她的整个身心灵甘心乐意的这样的一个献上，成为神所使用，成为神所悦纳的这样的一个奉献。我们看到寡妇的奉献，她的奉献不再是1/10的奉献。所以耶稣基督的这个教导，我们可以看到旧约有很好的教导。马拉基书说1/10的奉献，但是从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诠释，以及耶稣基督让神的儿女、属神的百姓知道说，我们从这个寡妇的奉献上，我们不只是要奉献1/10而已，我们应当就是用我们的生命来奉献，来献上。耶稣基督也教导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要来跟从主。所以从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我想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信仰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感动，以及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教导。
我相信，也许在我们的当中，基督徒会说：“会有这样的妇女，圣经中有记载。”但是在我们现在的教会，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牧师，我相信我们当中就有像这个寡妇一样，这样子甘心乐意用生命来奉献的，就在我们的当中。因为牧师我自己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奉献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牧师生命的见证，见证的起头就是牧师自己全然的奉献。在我15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因酗酒而离婚，父母亲就离婚。19岁高中毕业，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木工、钉板模。心里想，做这个木工呢，一天的工资非常高，而且也可以跟部落的这个弟兄一起生活，所以牧师就从部落都市每天这样子往返。如果工地比较远，就会住在工地几天的时间，然后回到部落。所以牧师的第一个工作，高中毕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做木工。当时牧师存了这个10万元的现金。年轻的我常常也为自己祷告，我的未来该如何？我也为我的环境，也为我的父母亲、我们的家庭、单亲的家庭、破碎的家庭，也摆上祷告。有一天，神呼召了牧师，我满腔热血，就去神学院读书。我就存了10万元，当时我存的这个10万元，3万元我就给我的弟弟，当时他读高中要读这个建教合作，我就把这个3万元供给我的弟弟，我就带着7万元到玉山神学院读书。牧师根本就没有想过，我第一个学期注册就将近就要用了7万元，我们根本都没有想过说，我未来3年半，将近还有7个学期，我要如何注册？结果第一个学期读完的时候呢，牧师就休学了，因为没有学费来注册。每次我回想这一段过程的时候，又看到寡妇2个小钱的奉献时，当时牧师带着身上的7万元，就到玉山神学院读书，我心里就满满的感动。也许我们的弟兄姐妹会说：“牧师，你是把这个7万元带去学校注册读书当学费？”但是牧师真的是单一的心，渴慕神的这样的一个培育，在神学院的造就，我就把我的7万元就这样子献上。我想这个意义，在我们的同工弟兄姐妹听到，应该是有非常雷同、非常接近的。所以牧师每次看这个寡妇她的这样的一个奉献的时候，我就回想到，我怎么有这样的一个勇气，这样的一个信心？是的，神看重每个人的奉献。当我们愿意奉献摆上的时候呢，神奇妙的大能就会彰显，神的带领就会在我们的前面来引导我们。休学后，当时牧师心想，我就先当兵，志愿役4年，我就存钱，存够了钱呢，我就回神学院完成这个大学部的这个4年的学位。结果当兵不到3个月，牧师就得了直肠癌恶性肿瘤第2期，当时就是大概21岁的那个年纪，也是20多年前了。我知道神他一定会看顾他的孩子，所以神都一步一步带领。牧师在高雄海军总医院开刀手术，非常的顺利。在这个手术的过程，牧师也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见证分享。原本医生告诉牧师说，你有50%呢，会把你的
肛门也一起这个手术呢会开掉。我就祷告神啊，我说上帝啊，我们知道你的创造，你创造我们人的所有我们的这个身体呢，都是你的美意。我说上帝啊，你不能够那个把这个50%的机会除掉。我就跟上帝祷告，我说上帝啊，我相信你会帮助我，你会医治我，会带领我，你会托住这个医师他的手，在动手术的时候呢，会给他智慧。所以牧师就这样子祷告，感谢神，神真的垂听我的祷告，手术很顺利，没有在这个肚子这边开这个人工肛门哦。那牧师要分享为什么？真的，我们神的儿女呢，我们也是会为我们自己想，我们也是会很自私的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来祷告。可是上帝他爱我们，他就是把他所有的这样的一切赐给我们。因为牧师在祷告的时候呢，我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很喜欢运动啊，如果在肚子这边开一个人工肛门的话，我游泳啊。我想的很单纯，游泳我也喜欢爬山、登山，也喜欢打篮球，很多的运动我都喜欢。如果在肚子这边开一个人工肛门的话，我也会有许多的不便，甚至是会让我的这个心理受到创伤哦。所以人的想法牧师也在这边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分享，我们有我们的软弱。上帝真的是顾念他的儿女，所以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要跟上帝求，我们就摆上的祷告，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祷告。当然，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妄求。是的，我们要按着上帝的话语，按着神的这样的一个教导来摆上祷告。所以，我们即使有软弱，神爱我们，神怜悯我们。这是第一个上帝的帮助。原来，在这个手术的费用，牧师因为当时是军人，开刀必须支付这个。我牧师出院的时候呢，我就看那个手术费将近要20万。如果是我自己身上的钱呢，没有，我身上当时也没有多少的钱。甚至是牧师的家里的环境也没办法提供我20万元，在20几年前开这个手术，大的这个手术呢，要支付这么大的钱。所以感谢神，上帝都有他的心意。第三个，上帝的带领。牧师因为这个生病呢，就提前退伍了哦。牧师经历神更大的能力。牧师开完刀，在医院1个礼拜左右的时间，牧师慢慢的能够走动了以后呢，我就跟医生要求说，我就回到我的家里去休养。回到家的时候呢，虽然我一样的会祷告，但是我也是会看到我的软弱，我也是在家里的这样的一个休养的过程呢，虽然祷告有信心，但是我看到我的家庭的环境的时候，当时我的父亲还在，还是一样会酗酒，然后我自己又生这个重病，连走路呢都要拿着这个拐杖，我的心中就油然而生的就说，我真是苦啊！我就真的这样子祷告，跟上帝说，我怎么那么痛苦？牧师每天的当时在休养，就是有力的时候，有力量的时候就走一走，就杵着拐杖，就在家里的这个庭院，就在那边运动走一走。大概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躺在床上，然后就读这个圣经哦。那刚好在这个休养大概1个礼拜左右的那个时间呢，牧师就翻开了这个约伯记哦。牧师就从这个创世纪就开始这样子读，结果那个时候就读到这个约伯记。
当牧师读完这个约伯记的时候呢，我开始流泪，我哭泣，我祷告。我说，我就祷告，我跟上帝说：神啊，你让我看这个约伯记，原来上帝要告诉我，你不是什么，我不是最可怜的人。有的时候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看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本身，我们自己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是最可怜的人。我们遇到的困难，我们真的不能够处理，不能够解决。但是神要告诉我们，特别是牧师读到这个约伯记的时候呢，我看到的就是在苦难当中的这个约伯，他的信心是更大、更有力量，在他的这个生命。特别是读到约伯，在这个约伯记的后面，他的一段话，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当牧师看到那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泪流满面，上帝就给我安息平安，不是断气的那个安息就是很平安的，我就睡着了，上帝就给我平安，就睡着。结果一睡着的时候呢，神的光就照耀在牧师的眼前，神的光就直接的进入到牧师的身体里面，然后串流了大概5分钟的时间我的全身就是非常的畅快，然后流了非常多的汗，我就觉得全身怎么从来没有过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就在那个时候就发生了。我当时在这个神的光进入到牧师的身上的时候呢，我已经惊醒了我已经有惊吓，然后我已经清醒，可是我没有办法按那个控制我自己的身体。5分钟左右的时间过去了，我一样的惊吓，我就坐在床边，我就在想说，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下因为牧师开刀是开这个腹部这个地方我就尿急我就说突然尿急，我就马上健步如飞牧师就马上走到我家的这个厕所小姐，然后回来坐在那个床上的时候呢，我就在认真的去想刚刚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去想的时候，我当下一想的时候，我说感谢神，神医治了我，因为我看到什么，我的拐杖就在旁边，我就没有用拐杖。牧师永远记得那一个时刻，因为隔天牧师就到我们的部落的那个篮球场就去打篮球了，我就上场打篮球。为什么牧师很清楚永远都记得呢？因为那天是我一生从过去到现在打篮球得分最多的一天，就是那一天。为什么？因为部落的这个亲朋好友还有我们的弟兄知道说，这个叶宗辉你刚开完刀，你怎么来打篮球呢？每一个那个朋友，每一个球友呢都不敢防守我就一直上篮我就一直上篮，一直上，我也不知道得几分然后我们的那个部落说，哇，那个叶宗辉今天是得分王这样所以我永远记得，隔天我原本昨天还拄着拐杖走路，因为神的医治，主的大能，隔天牧师就在部落的这个篮球场，就在那里打篮球，几乎天气好，牧师都去打篮球真的在部落就传为很好的见证，在我们牧师的这个故乡，所以神都有他的这样的一个大能。现在牧师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回想，神怎么样？他纪念我们的奉献，所以奉献是恩典之约。神看重每个人的奉献，神奇妙的大能就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然，上帝的纪念不只是这一些。牧师身体健康了我就祷告主，
我说我要决心，我要再一次回到神学院读书，结果我还是没有什么，我还是没有学费啊，我又没有工作存钱，我也没有赚钱，怎么会有学费？神有他的方法，神会预备。这时就有教会的，有几间教会，还有爱主的弟兄姐妹，知道有一个青年呢生了重病，还要回到这个神学院献身读书啊。这几间教会就帮牧师募款，然后有几位爱主的儿女，我记得有2位就是大学部那3年半的时间，就是每个月这两位爱主的儿女呢，每个月就奉献一个人2000，然后每个月就4000。那牧师也不吝啬的在这两个资助人的他们的奉献呢，其实这2个资助人呢是平地教会的弟兄姐妹牧师到现在仍然的感谢他们感谢主，然后也不时的为他们祷告，感谢上帝的他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牧师顺利的大学部毕业了。大学部毕业，我们知道要当传道人，还要读研究所3年嘛，牧师又想到说，我们要工作赚钱才能够去读这个神学院。因为资助人呢，这2个资助人呢，他们就告诉牧师说，这个神学生，我们已经帮助你大学部毕业，我们要帮助更有需要的人。我就说没有关系，我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甚至是要用那种跪下感谢的这样的一个心来谢谢他们。虽然他们这样子跟牧师讲，但是当时的我知道说他们真的是帮助我非常多，还有更多的人也需要帮助。于是牧师大学部毕业呢，我就到这个新竹科学园区做这个晶圆代工就计划说计划3年到4年，我要存够这个钱，我要再去报考这个研究所，完成神学院的这样的一个装备，来成为神的仆人。这样，上帝又很奇妙，我在园区上班，大概5个月左右的时间呢，我的师母就出现了。我的师母在银行上班那我的师母也是我部落的人，但是她从小在平地读书，然后在台北商专毕业以后呢，就开始在这个中国信托上班，一直到现在20几年都是上帝的这个带领我的师母呢，我们就认识，因为是自己部落的这个姐妹，很快的我们在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就结婚了结婚的时候呢，师母就告诉牧师说，神感动我要那个供你回这个神学院继续完成这个研究所的这样的一个装备。我说感谢神神都有他的这个预备，所以牧师很顺利的3年也完成了这个研究所的装备。4年大学部，1年当兵生病，然后1年工作，然后结婚，3年研究所，总共9年。上帝的这个带领真的是很奇妙。如果是我自己要自愿意，然后工作再赚钱存钱，再完成这个学业的话，大概就是要再1倍的时间，大概就是13、14年左右的这个时间。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这个何尝要有神的工人所以上帝有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带领他的儿女。所以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分享，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是的，在神里面他凡事都能那在这个当中呢，牧师也不是要来骄傲，或者是要来歌功颂德自己，
神真的是爱他的仆人，属神的百姓，神的儿女，我们甘心乐意的献上的时候，神都会纪念。如今呢，牧师有3个子女啊，牧师特别一定要提到第一场的这个礼拜呢，牧师也有提到我们也都有儿女啊那牧师要提到我有3个儿女我的大女儿高中3年级也在当中，然后我的第2个不是2女儿了大儿子呢是排行老2，第3个就更是要讲重点，为什么？因为我的第3个儿子呢，现在3个多月大而已。感谢神师母高龄产妇，然后牧师也是慢慢的年纪慢慢年长，今年的6月20，第3胎出生3个月，所以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跟师母祷告将近4年，牧师的长老在这边我们祷告差不多4年的时间，神都有他自己的带领。原本去年呢，我跟师母说，我们就放弃了。我说你年纪也大了，我们就不要再生这个第3胎了。结果上帝很奇妙，我们4年一直祷告，我们也是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呢，摆上很多，可是都没有，师母都没有这个消息。但是在去年的时候呢，9月的时候，我就跟师母说，今年我说11月、12月我说我们就放弃了。我说如果9月、10月你没有身孕的话，我们就放弃了，因为你也是高龄产妇，我担心说你的身体可能没有办法负荷这样。可是上帝很奇妙11月初的时候呢，牧师就去产检了。所以牧师在这边提到，就是有3个孩子呢，所以这边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下，这个就是上帝的这样的一个纪念。所以我觉得牧师在这边分享，就像牧师的主题一样，全然的奉献。虽然这个寡妇呢，没有再记载说这个寡妇的后续的发展如何，但是牧师今天用我的生命见证来分享的时候，可想而知这个寡妇她后面的生命会是怎么样，更加的丰盛。感谢主。从这个寡妇的奉献，对我们当今的基督徒、神的儿女有什么样的教导呢？寡妇她奉献的意义呢，很重要的，牧师在这边分享3个。这个寡妇的奉献，对我们基督徒要重视的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怎么样敬畏我们的上帝。在那个当下，耶稣基督为什么会讲出这一段话？因为当中有财主他们奉献的时候，他们扭扭捏捏他们就是手伸出去又收回来。那耶稣基督就提起，他就说：你们看这个寡妇，她2个小钱的奉献，但是她把她的养生全然的献上。这样的一个举动，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初代的教会，在这个传福音的那样的一个时刻当中，我们知道是法利赛人、文士，还有这个撒都该人都要抓他的把柄所以他们就是看到了这个上帝耶和华的弥赛亚独生爱子的时候，他们也不能够认识他。所以这一个寡妇，她能够献上的时候呢，她就是从她的这样的一个心声里面、生命里面来敬畏神、敬畏上帝。所以从这个申命记6章4到5节，我们可以看到旧约是非常的重要，对这个当时的犹太人也好，或者是以色列子民也好他们也读过他们读过说，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你们可能会说，牧师这个经文没有讲到要奉献这个
经文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爱我们的上帝，我们要敬畏我们的上帝，赐福我们的，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这个诗歌一样，赐福给我们的，我们所有一切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恩典，都是什么？从上帝而来的啊！现代中文译本它是说什么？你要全心全意、全力来爱我们的上帝，是怎么样完全的来爱我们的上帝？当然，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全然的这样的一个奉献，全然的这样的一个摆上。第二个，这一个寡妇，她是信心的表现哦。寡妇的奉献呢，让我们看到她的信心。这个信心就是什么？她将她养生的奉献出去呢，她没有顾念自己日用的饮食，她不为自己的这个生活来愁烦、来忧愁。我们的生活追求是不是我们在座的同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生活的追求呢，往往大过于我们对神的追求，对主耶稣基督的爱。我想我们不要再这样子下去，因为马太福音6章24节告诉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是不能侍奉神，又侍奉哪门？这里给我们奉献很好的教导，我们不能够怎么样？我们不要成为这个金钱的奴役，我们要有什么？神的智慧来管理这个神的财物。我们看到这一个寡妇，我相信她在奉献的时候呢，她是一个什么？她是一个有智慧管理财物的这样的一个寡妇哦，有没有？她愿意奉献，是因为她知道有一个全能的上帝会为她预备她未来的所有一切所需。所以我们要管理我们的财物，你有没有仰望我们的上帝？当中也有什么财主，但是这个财主怎么样？相对的，他不会怎么样管理他的财物。他在这个他的生活的信心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没有获得上帝而来的这样的一个智慧。所以，当我们能够成为这个有神的智慧管理财物的时候呢，神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要成为这个上帝的好管家，是不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财物不是只有金钱而已，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产业，这个整个的世界，整个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万物呢，我们也是要成为什么好管家？整个这个生态，整个这个万物呢，我们也是一样要有这个智慧来管理。就像这个创世纪教导我们要去管理这个世界万物一样。每个月1/10的奉献，就是我们最好回应上帝。所以我们信心要有更大、更丰盛。第三个，从这个寡妇的奉献呢，就是为神来使用。从这个寡妇也让我们领受，牧师真的再一次在读这个寡妇的奉献的时候呢，心里面看到的就是这个寡妇，她要将她的这个奉献，就是要怎么样为上帝来使用，成为上帝坚立的这样的一个工来服侍。马拉基书说：“你们要将当纳的1/10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所以神的殿，我们不忌讳的。我们在看这个圣经的时候呢，在这个马拉基书告诉我们的，送入这个仓库就是神的殿，要使神的殿有粮。奉献就是要为主所使用。教会需要各样的圣工来推动。圣工的推动，我们知道有全职的牧师，像我们桃园教会也有干事，也有这个牧师的利亚教会呢，没有警卫了哦。牧师一来到我们桃园教会，一进门的时候呢，我就跟那个这个不用骂族的这个弟兄呢，这个警卫就
分享，然后就彼此鼓励，然后彼此的这样的一个问候、问安。所以我们知道，所有的圣工都需要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献上，使上帝的教会呢有在这个圣工的推动都能够有全备，都能够完全哦。所以当然，所有的献上，也就是从我们教会的同工以及弟兄姐妹的爱与奉献来献上，也用主耶稣基督的爱来爱我们的教会，甚至是我们的所有的同工以及弟兄姐妹。最后牧师的结语，前2年总会写了一本书，是纪念谢维医师100年追思书籍他不只是医师，也是长老教会的牧师。谢维牧师的传记，还记得他因为这个疲劳奔波，还有造成这个车祸的意外，蒙主恩召。他的师母分享，谢医师他一生都在奉献。谢医师行医助人，贫困的家庭呢，他不收费，他就是奉献。然后他也盖医馆，关心原住民，并一生致力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从这个谢维医师，我相信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各个教会，我们都很熟悉谢维医师他一生的这样的一个献上。谢维医师他讲了一句话，最后牧师再试一次用这个台语讲了宁愿做枉人，不知道有没有很标准？这个谢维他讲这一句话，牧师看这个谢维医师他写这一段话的时候呢，牧师很容易感动。真的，牧师成为这个神的仆人的时候呢，当谢维医师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我深深的体会到是非常的有极大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就如同这个牧师在最后让我们一起读这个约翰福音3章30节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谢维医师他表达的就是要兴旺我们的耶稣基督啊！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是不是也愿意甘心乐意的这样的一个摆上？盼望今天牧师所分享的用华语，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也能够包容接纳。那一切荣耀颂赞归于上帝。最后，牧师在10几年前呢，神感动牧师，神的灵一天就完成了这一首歌我来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也请我的大儿子来陪这个爸爸来唱这一首歌我们就清唱就好。有吗？喂，不好意思占用你的时间好，这一首诗歌是神的灵感动牧师这一首歌的歌名牧师定为蒙恩的人。主啊，我感谢你，拣选我来亲近你。虽然道路是点危险，求主上帝必蒙引领。我学会忍耐信心，在主恩典中有全能，为主做美好见证，愿意
你献上成为活祭。仁爱的人必蒙福，仁爱到底蒙眷顾。感谢耶稣，你先爱我，我必永远顺服你。感谢神灵浇灌我，使我生命充满能力，使我一直宽恕得到救恩，神的国土降临这地。仁爱的人必蒙福，仁爱到底蒙眷顾。感谢耶稣，你先爱我，我必永远顺服你。蒙恩的人的能力，蒙恩的人不失望。感谢上帝，你保守我。仁爱的人蒙应允，仁爱的人蒙应允。谢谢我的儿子。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慈悲怜悯爱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你告诉我们，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你不吹熄。是的，上帝，你以喜乐的灵来充满在你儿女的身上。愿今天仆人所服侍的圣工，愿主建立在这个当中。若是我们当中有心灵忧伤痛悔的弟兄姐妹，神你也绝不轻看。相信都在主的爱当中，有神的医治的大能，以及掌权、荣耀、荣光照耀在我们的当中。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圣诗376首，聪明的人大学习。请
支持来请灵仔教会伊的献诗。敬拜你。
奉献，咱请怡亨甲秀珠执事。报告，咱要报告以前先来看，今仔日的本周的经句，伫个听书单，主日重大听书单上下骹，即是我来读一遍，请大家来读两遍。互人就要互你，要用足野的斗字摇，互伊19搬出来，拼伫你的衫被。因为你用什么牛来量，也要安尼倒量互你。路加福音6章38节，互人就要用足野斗字摇，互伊拼伫恁的衫被，因为你用什么牛来量，也要安尼倒量互你。互人就要互你，要用足野的斗字摇，互伊19搬出来，拼伫恁的衫被，因为你用什么牛来量，也要安尼倒量互你。路加福音3章3节。咱来看周报头一页，前周的聚会经营甲下周的聚会侍奉人员，请咱家己看。若有侍奉的人，咱来第2页周间的聚会，甲教育部的课程，咱家己来看。第3页小组的聚会，请咱小组，咱看就近的小组，咱去参加。小组的聚会，第4页奉献部分，请咱家己看。如果若有登台，请用中级来经济。咱来看第5页消息报告。今仔日咱真欢迎
太雅中会灵仔教会的叶牧师，前来咱本会为着顾堂无款请咱报告，请为这个事工大家来关心代祷甲奉献。第二，中昼12点半，伫六楼办公室要召开行政部会议，请部员出席。后礼拜10月初日，咱要召开临时的好会，会员好会要选举中执。咱迄一个礼拜是第一场甲第二场合并，咱只有一场的礼拜礼拜时间是上午9点半，请咱大家爱记。后礼拜是只有一场的礼拜是9点半开始。请咱家己来看小会公告，经过预选公布中籍候选人名单，请咱家己来看。第二，后礼拜咱有10月份，第二10月份10月的中执，长老是王浩杰，执事是张伯金甲简晨。第三，咱后礼拜下晡1点，伫7公09是要召开10月份定期中执会，请中执出席。会后要阁继续开小会，请小会员也出席参会。第四，咱要发放迄个2020年上半年度迄个康白的行事历请咱有关的来去领这个康白的迄个行事历。教会消息咱圣诞歌为今仔日开始要开始预告登记到11月10日截止。有3种口味，单价是15块。咱若有想要买的，请到6楼志堂干事来登记缴费。第二，教育部立学金审查委员公告，为今仔日开始，咱接受107年第2学期立学金申请，到今仔日中昼12点为止。咱若要申请的同学，请伫个所讲的时间内，将你的相关资料，就是学校的成绩单是影本影本，阁申请表，阁出席的记录，是复赛表，是你去别个教会复赛有诶周报，咱用交互各班的老师、甲主任、团契辅导，是伫6楼办公室拢会用这详细情形，咱用伫4楼公布栏来看。第三，10月到12月新安宫已经来咱欢迎会友到6楼来领取。咱来看教界消息，花莲美港教会伫10月27日下晡3点要举行陈正峰传道福利牧师受职感恩礼拜。这个陈正峰传道就是咱教会的青年所以咱圣歌队要前往献诗，咱请代祷。另外，教会要补助1台交通车，要前往关内，请对4楼公布栏来登记卡数若无36以上咱就无这个车咱来家己前往。所以咱登记到10月初日。第二，新德教会教社部净滩活动时间就是10月12拜六下晡3点半到5点。这个净滩的地点是大园区德维渔港，结合的地点是航空港旋转餐厅咱报名费是每人200，教会补助100，到10月初7为止详细活动咱嘛用伫后壁的迄个公布栏来看。第三，全国妇女查经营时间是10月28到30，地点是中华电信高雄训练所，费用每人3000块。咱若要参加的主美玲姊妹也是秀将技术来报名，到10月初4截止。其他消息，
土条合作社，伫10月初6中昼12点，伫七国营教室要召开合作社理干事会，请理干事出席参加。以上，咱只是请吴长老来介绍。大家兄弟，大家平安。今日真欢迎利亚教会也牧师带领伊的同工做伙，咱即时来泡泡啊欢迎。即个利亚教会中立的迄个泰雅教会泰雅族伫遐叫做利亚伊。第一场有报告，第二场伊煞无啥报告了，无啥好，无报场，我甲他补充报告因的经费拢总是1100万啦总是因的欠表是要互咱了解，伊这目前有自备款差200万搁因较早旧的目前咧即摆咧住迄个所在卖450万啦若加起来超650万，所以要欠差不多300几万要不足的所在啦因家己嘛足拍拼，我听咧讲上8当前就开始计划要来要一个教会，但是安尼欠欠到超200万安尼啦，搁卖即个原来旧的，即38年前买迄个卖450万，安尼有欠亏所以看咱拢知影，上帝的爱就是在别人不足的地方你别人欠亏的所在，会当看到上帝的疼，伫咱的中间这咱兄弟今仔若无方便，后礼拜有缘会当继续来奉献。以上报告，多谢。这个还是这个因为这个陈正峰迄个教会就备办一台游览车，不过我看外口登记的差不多10桶的安尼若要真正要去大家就鼓励少他爱30个满30个，会当开车就对啦就是讲足迄个费用。不过要去路途，咱讲实在有哪真遥远啦可能爱驶差不多4点钟至5点钟要去。透早8点伫咱教会一盒，8点集合啦3点我估计可能爱5点6点才能转来，等到差不多10点至11点，暗时差不多10点左右互咱小可知影，咧登记咱先嘛小可准备无即个安尼先来准备，多谢。上营396首，打尾线会求助祝福。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耶和华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坐，祝我。点到面倒。这是咱来行平安礼啊，咱就有